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玩膠原嘅視頻。今期分享嘅係眾維立方光固化打印機 M7 嘅體驗。0.3mm 支撐，清晰之餘都幾穩固嘅。依家灰色缺貨，買咗白色嘅樹枝。層厚嘅效果可以對比，紅色件係之前用開嘅 Nova 打印機，0.03mm 嘅層厚。今次眾維立方呢係用咗軟件預設嘅0.05mm，相對標準樹枝。DLP 嘅頁面冇寫明推薦層厚，之後有機會我都會試下0.02嘅效果。直接拆件比較方便，支撐點暫時冇坑出現。手感嚟講係比 Nova 嘅偏硬，變形亦都會少啲。今期嘅分享就到呢度，歡迎關注、點讚、收藏。